看代替电发现有人设落去铁基路的意外，代替去年开始评估要伫柜台设亲像捷运的闸门，年底后要先伫高雄车头试办。 红石更是顶闪时，在武林湾伫月台边卡林状况，甲捷运部分月台无共款，代替月台无加设闸门。即几天，新北邦桥站、高雄科工馆站接续发生跋落铁基路的事件。就算月台有画警戒线，提醒旅客保持距离，毋过跋落铁基路的事件一再发生，嘛引起讨论加设月台门的必要性。因为我自己是在台北工作，然后我觉得台北捷运的确那个防护看起来比较 足够一点，就是如果有加增一个防护的东西的话，即使说你有闸门的话，那如果它打开的时候，你如果不遵守指示的话，还是有可能会掉进去啊。还是人民守规矩是比较重要的吧。民众看法无共款，毋过掠高雄捷运做咧，地下车头月台设玻璃壁，各家部分月台嘛有违章。 跋落铁基路的事件确实较少发生，为了提升旅客等车的安全，代替公司去年开始评估加设月台门，第一搭选伫咧高雄车头试办。旅客跌落这个轨道的这个意外，我们台铁公司目前也预计在我们高雄站第2月台的 A、B 侧，将会试办我们的列车的防坠的紧急门。 代替表示讲，因为代替甲捷运无共款，而且形式较济，若要加设月台门，就要下所有车种。目前正咧进行基本的设计，按算6月完成发包，希望上紧伫年尾会当完成月台门的试办。根据试办的成效，搁再评估其他车头建地的可行性。记者高雄报道。